大家好，今日咧會介紹一個 Google Form 嘅文件上載功能，係適合於俾啲學生交功課，叫啲參加者交啲作品，應徵者交啲履歷用嘅。介紹俾大家睇，到底呢個功能係咩嚟啦？首先喺網址度輸入 forms.google.com， 然後咧下邊撳加號，咁啊加咗一份表單噶啦，為個表單改個標題啦。然後咧就加條問題，喺問題嘅右手邊咧選擇翻檔案上傳，咁確定。咁當然啦，你可以打翻個標題嘅，譬如話叫人 upload your file， 跟住咧選擇你想要人哋 upload 啲乜嘢嘅 file 啦，唔想要簡報嘅就唔好剔簡報啦。揀翻檔案數量嘅上限，同埋每個文件嘅大細，然後咧就搞掂噶啦，撳傳送，然後可以揀翻超連結。當啲人收到呢個連結咧，click 入去就可以填 form， 然後就可以交一個檔案俾你噶啦。咁複製啦，咁人哋咧入翻你個網址。出現咗呢個版面之後呢，咁你就選擇翻上載檔案啦。跟住我而家就擺個 PDF 上嚟啦，再撳上傳，搞掂，然後就提交。咁去翻個表單嘅擁有者嗰度呢，佢就會睇到一啲參加者嘅回覆啊，亦都會見到咧佢哋上載嘅文件，撳入去就可以開啟到佢哋上載嘅檔案㗎啦。